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南区树仔脚柳川步道，有真美丽这个豪华的景致，是居民休喘散步的好所在。但是连几若讲落大雨，这个红砖仔步道有袂少所在拢海气落落，有安全的顾虑。社区发展协会讲，已经请建设局会勘讨论改善。 四界拢采塑胶笋来提醒民众，详细一看，红砖仔的所在拢放弃，放弃的悬度竟然有37公分。大的雨啊，雷电交加哈，我们就想说过来我们的射照点巡视一下，结果发现那个步道就崩塌了哈。挖陷下去的地方的话，先做开挖，然后了解说陷下去的原因到底是问题是出在哪里。 南区德福路的树仔脚柳川全长400多公尺，而且第2阶段的步道才拄改善完成。不过最近一直落大雨，让红砖仔步道毁损，地方希望会使赶紧修好。可能会先以用硬铺面的方式的话下去做处理。 社区发展协会表示，当时动员要50位职工打造生态步道，会先了解放弃的原因，赶紧修理，希望会使让柳川沿海民众欣赏到美丽的豪华风景。